继续来看这个警政署全国第2波的大扫污，总共来查到68个犯罪组织，抓到帮派分子450个，其中一个姓王的嫌犯，讲是白龙张安乐的保镖，照着张安乐的名义为非三做。 帮朋友来处理着漏水的问题，嘴也是闭甲开，一届要共讨爱30万，害这厝主3、4个月拢唔敢转去。另外，佫有这个帮派骗查囡仔，要共卖到国外去做工，人歪去竟然硬共压救车，这被害的查囡仔是惊甲叽叽叫。 不管这个小姐安怎花嫌犯硬解拖上车，袂去国外做事，警方深入调查发现，讲这对天道明的毕仔囝，唔但甲诈骗集团合作，佮举定北青暴力吐销。另外一边冒乌帮的基地，和警方一日来攻破。特勤队冲进门，锁定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因为伊伫外口以别龙张安乐的名号为非三做。 穿西装对伫张安乐的后壁，姓王的嫌犯是别龙的保镖。伫大甲马进香的时，伊嘛负责保护伊安全。伊就利用这个身份替朋友处理漏水的问题，一开嘴就讲：我甲通缉党有关系，请赔偿30万，互女厝主惊一个完全拢唔敢转去。印有某特定政党主席之友会会长头衔的名片，并表明系某特定政党及竹联帮身份。 恐吓被害人姓王的保镖，今个第4月7日，南投的埔里开枪拍监视器，佮讲是要拍鸟啊！这个讲法，警方无相信，将伊依法送办。警方拍拼要消灭乌帮，内政部长徐国勇嘛宣示要维护治安。有不法之徒，意图破坏我们社会的治安，破坏国家的安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警察同仁绝对会依法行政。 这摆扫恶行动总共抓到乌帮的分子450个人，敲到各种的枪支120支，更加破假检警、人骨塔等等诈骗的案件，用行动证明扫恶的决心，要这不法的分子走无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